大家好，歡迎你哋嚟到 VTC 酒店及旅遊學科嘅學科簡介。如果你鍾意酒店、旅遊、康體文娛及運動以及廚藝呢一方面，呢個簡介就幫到你啦。首先，我哋嘅學科係包括4間院校同埋5個地點，分別係2間 Ivy 位於長沙灣同埋柴灣，同埋位於薄扶林嘅酒店及旅遊學院、中華廚藝學院同埋國際廚藝學院，同埋佢哋九龍灣同埋天水圍嘅分校。學科一共提供4個大嘅範疇，包括酒店及餐飲課程由 Ivy 同埋 HTI 去提供，旅遊及會議展覽課程係 Ivy 同埋 HTI 提供，康體文娛及運動就由 Ivy 去提供，而廚藝及科學課程就由中華廚藝學院同埋國際廚藝學院分別去提供。酒店及旅遊學科提供嘅課程非常之多元化同埋專業，分別已經獲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以及資歷架構嘅認可，並獲得多個本地及海外嘅專業機構去承認。首先，我哋提供唔同級別嘅課程俾同學去選擇。如果你喺文憑試考獲5個2級，你可以直接報讀2年制嘅 Ivy 同埋 ICI 高級文憑課程。若然你嘅成績未達到5個2級，你都可以報讀 Ivy 嘅1年制基礎課程文憑，再駁返上去讀高級文憑。又或者選擇以就業為主導嘅文憑課程。另外，你可以選擇完成中3嘅證書課程，係由中華廚藝學院、國際廚藝學院同埋酒店及旅遊學院提供嘅。首先，我哋先嚟介紹一下高級文憑課程。Ivy 同埋 ICI 一共提供14個高級文憑課程，包括係酒店及餐飲、旅遊及會議展覽、康體文娛及運動以及廚藝4大範疇。2年制嘅課程全部都係政府資助嘅，而收生嘅條件就係 DSE 考獲5個2級。而且我哋同時亦都提供1年制嘅基礎課程文憑酒店及款接，收生嘅條件係中6畢業。顧名思義，如果你未能夠考獲5個2級喺文憑試方面呢，我哋可以先報讀呢個基礎課程文憑，再打好基礎銜接高級文憑課程嘅。要順帶一提呢，係同學喺一次嘅申請入邊呢，最多可以選擇3個高級文憑課程同埋2個基礎課程文憑嘅。咁建議大家報讀2個唔同級別嘅課程，喺放榜嘅時候呢，就可以多個保障啦。喺酒店及餐飲方面，學科提供3個課程俾同學去選擇。若然同學嘅興趣係鍾意酒店同埋餐飲方面呢，就可以選擇酒店及餐飲業管理高級文憑。呢個課程由淺入深，介紹行業所需嘅專業知識，例如酒店管理、客戶服務、餐飲服務同製作等等，亦都有行業實習俾同學學以致用。若然同學嘅興趣比較廣泛，又鍾意國際化嘅酒店、旅遊同埋康樂嘅活動呢，佢就可以選擇國際款待業管理高級文憑。呢個課程呢，同樣係涵蓋酒店同埋款待業所需嘅專業知識，亦同樣係有行業實習嘅。而現今嘅酒店業對智能服務嘅需求亦都大大提高，所以學科呢就提供咗一個國際酒店管理及智能服務高級文憑俾同學去選擇啦。呢個課程同學係可以喺酒店同時進行學習、評核同埋實習，獲得專業嘅知識之餘呢，亦都有工作經驗嘅。如果你鍾意旅遊或者會議展覽，又或者喺機場工作嘅話呢，以下嘅3個課程就啱晒你啦。若然你喜歡環遊世界或者專注發展會議展覽業，不妨考慮下旅遊及會議展覽高級文憑。呢個課程係同時提供2大分流，分別教授旅遊嘅行業同埋會議展覽業嘅專業知識，仲有行業實習添。而機場嘅工作多姿多彩，又可以接觸唔同層面嘅人，又有挑戰性。有冇諗過喺呢一方面發展呢？機場營運管理高級文憑就為學生提供咗呢一方面嘅知識，包括機場同埋航空公司嘅營運、機場地勤同埋支援服務等等，亦都有行業實習㗎。而喺呢1-2年，旅遊業同埋會議展覽業呢一方面嘅發展同埋變化都好大。你有冇聽過 Smart Tourism 或者類似虛擬旅遊 Virtual Event 呢啲詞彙呢？亦都有冇諗過喺電子旅遊商務平台裏邊發展，又或者做 KOL 或者直播博主呢？我哋就為咗裝備新一代嘅你而發展咗智慧旅遊及盛事高級文憑。
呢個課程教授你點樣喺旅遊同埋活動策劃方面應用到抗真同埋虛擬實境，又或者最新嘅 Smart Tourism 嘅科技，仲會教你拍片同埋分享視頻，等你喺呢一方面可以裝備好自己，同時迎接新嘅挑戰。如果你喜歡運動，又係學校嘅活躍分子，有冇諗過報讀康體文娛及運動方面嘅課程呢？以下嘅課程就啱晒你啦！康體文娛管理高級文憑呢個課程就可以裝備學生喺康體文娛業所需嘅專業知識同埋技能，亦都可以透過實習參與大型嘅活動，同埋學生係可以畢業之後從事活動策劃啦、會所管理啦，甚至係喺康體及文化事務處裏邊工作添。運動行政學高級文憑呢個課程，除咗掌握運動嘅技巧同埋知識之餘呢，亦都係會提供運動行政方面嘅知識嘅。喺運動業界嘅支持之下，同學亦都可以參與大型嘅運動會或者運動項目，而畢業生更加可以擔任運動管理、市場推廣、運動媒體或者運動產品嘅行政工作等等。而運動教練學高級文憑就係為咗裝備同學成為運動教練嘅。佢除咗理論同埋實務都並重之外呢，亦都係會提供各項運動教練嘅技巧，同埋考取一啲嘅運動教練嘅證書嘅。畢業生亦都可以從事運動教練啦、運動指導、體適能嘅訓練嘅管理工作等等等等嘅。而運動學及智能科技高級文憑呢，就為咗裝備學生喺運動上面嘅專業知識，亦都係教佢點樣應用喺運動學上邊嘅科技同埋設計。而課程嘅單元亦都包括智能運動嘅訓練計劃、創新運動管理科學等等。同學更加可以喺唔同嘅運動總會進行呢一個綜合嘅學習，讓學生可以學咗嘅嘢係融會貫通喺實際嘅生活當中添。咁 Ivy 課程嘅最大特色就係互動學習體驗啦。同學係會透過專題研習，跳出課室嘅框框，去參與各項模擬嘅實操訓練同埋教學活動等等。我哋定期亦都會安排唔同嘅講座，由本地同埋海外嘅業界專家同學生分享經驗，所以嚟到我哋呢度上堂係一啲都唔悶㗎。而喺行業實習方面，學生係需要參加不少於90小時嘅行業實習。佢哋會安排去到酒店、特色餐廳、餐飲集團、會所或者康體文娛機構，甚至主題樂園、航空公司同埋機場、會議展覽中心等等去進行實習㗎噃。除咗實習，學科亦都好重視學生嘅國際視野，所以喺多年嚟，我哋都有安排學生參與多個嘅海外交流計劃，足跡遍佈國內、日本、新加坡、台灣、歐洲、澳洲同埋杜拜。如果出入境情況許可之下，學科會繼續安排實體嘅海外交流活動，或者以網上進行，保持國際聯繫。而喺高級文憑方面嘅畢業生嘅升學都非常之廣泛。Ivy 同埋 ICI 高級文憑嘅學生係可以透過2+1國際化升學階梯，喺香港升讀2間英國大學同 SHAPE 開辦嘅1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課程已經通過咗香港學術評審，資歷係等同於本地嘅大學學位，並且可以申請每年33,100蚊嘅學費資助添。另外佢哋亦都可以報讀 VTC 嘅 DI 開辦嘅學士學位課程，直接入讀 Year 3。同埋可以經由非聯招嘅升學嘅途徑去考入本地嘅大學，又或者係海外升學，而有機會係豁免學分。如果同學想去外國升學嘅話佢哋就可以選擇呢幾間海外嘅院校同埋大學，因為 ICI 同埋 Ivy 已經同佢哋簽訂咗銜接嘅協議，完成咗高級文憑課程之後，就可以去佢哋嘅院校升讀 Year 3。咁而地點方面就包括英國、杜拜、奧地利同埋澳洲。以下落嚟嘅時間，我會交俾同事繼續介紹 ICI 同埋 CCI 嘅課程。大家好，我將會為大家介紹酒店及旅遊學院、中華廚藝學院、國際廚藝學院嘅高級文憑及文憑嘅課程。頭先講過，2間廚藝學院開辦咗4個高級文憑嘅課程，葡萄酒及飲品商業管理，主要係俾一啲對各類美酒同埋飲品有興趣嘅同學報讀㗎。畢業之後，可以喺酒店及餐飲集團裏邊做品酒師，或者從事同酒業銷售相關嘅工作。由於近年酒類消費持續上升，
酒類行業嘅發展潛力無窮，締造咗好多嘅機遇。我哋3個廚藝相關嘅高級文憑課程當中，會教授大家中西菜同埋包餅甜品製作嘅烹調技巧。如果你好鍾意下廚，又想中西廚藝都學得到嘅話呢，可以報讀我哋嘅廚藝高級文憑課程。呢個課程喺第1、第2個學期裡面，你會學習得到中西廚嘅烹飪技巧。之後可以喺第3個學期裡面，按照自己嘅喜好同埋成績去選修中廚或者西廚嘅分流。如果同學仔係好清楚自己鍾意精緻嘅法國菜或者歐洲菜嘅話呢，就要去選修我哋嘅經典西式廚藝高級文憑課程啦。至於西式包餅及糖藝高級文憑課程，我哋會教授同學仔去製作糕餅、麵包烘焙、時尚甜品及朱古力製作嘅技巧。畢業之後，無論你想自己創業或者打工都得㗎。不過，萬一同學喺 DSE 失手，唔理想，只要你完成中6，拎到學校嘅證書，就可以報讀我哋嘅文憑或基礎課程文憑。廚藝嘅課程係2年制㗎，而酒店及旅遊呢就係1年制嘅。讀完1年制酒店及旅遊相關嘅文憑之後，同學可以全面認識到酒店各部門嘅運作，期間仲有好多實習嘅機會俾同學學以致用。而2年嘅廚藝課程裡面，同學除咗學得一門專門手藝之外，亦可以學習到廚務管理、食物衛生同成本控制嘅知識，為日後嘅仕途打好基礎。我哋學院除咗擁有具行業經驗嘅師資之外，仲有好完善嘅培訓設施去支援同學嘅學習需要。就好似我哋嘅廚房設備咁，都係達到業界標準㗎。另外，我哋仲有自己嘅酒店 T Hotel， 可以俾同學喺呢度實習，面對嚟自世界各地嘅客人。我哋亦都有旅遊及航空訓練中心，作為一個多功能嘅演講課室，佢提供咗航空全球分銷嘅系統同埋全景熒幕，俾我哋嘅同學學習同埋使用嘅。喺咁優良嘅環境底下學習，我哋培育咗好多出色嘅學生，佢哋仲會代表學院以及香港出席世界各地唔同嘅賽事，好似世界技能大賽、中西廚藝比賽咁。你睇下呢個女仔，佢係香港調酒挑戰賽嘅冠軍嚟㗎。除咗出外比賽之外，學院仲提供咗好多海外交流嘅機會俾我哋嘅學生。大家睇下。我哋會邀請嚟自法國波爾多葡萄酒行業協會嘅葡萄酒講師，同我哋嘅同學進行品酒活動。同時，我哋嘅同學亦都有機會親身飛去法國，置身法國嘅酒莊作實地嘅學習。學生每年都有機會參與唔同嘅海外交流，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好似法國、澳洲、奧地利咁。讓同學真正長知識、放眼世界。我哋嘅課程以職業導向為本，課程期間同學有好多實習嘅機會，以致我哋嘅畢業生進入職場之後，好快就可以適應得到，仲有好出色嘅表現添。喺酒店業方面，你會見到我哋嘅畢業生喺各著名嘅酒店擔當住唔同嘅職位。另外，廚藝方面就以中間呢位鄧家豪為例。佢30出頭就已經係一間5星酒店集團嘅中菜行政總廚啦。而呢位葉俊文，黑色衫嘅 Vincent， 大家可能唔識佢，但係有機會見過佢嘅作品。佢係一間創意中菜點心餐廳飲茶嘅行政總廚嚟㗎。喺機場及康體界方面，大家認唔認得佢呢？鄭麗莎 Lisa， 佢係包山皇后，亦都係蜘蛛媽媽。都係我哋嘅畢業生嚟㗎。好啦，今日嘅課程介紹嚟到呢度。如果想了解多啲我哋嘅課程資料，又或者睇多啲關於我哋嘅海外交流及比賽嘅影片嘅話呢，就可以 click 入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撳埋呢個 subscribe 掣同埋隔離個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我哋最新嘅資訊㗎啦。當然，亦都可以上我哋嘅網站，又或者記低我哋嘅電話打俾我哋直接查詢啦。